请到早，欢迎收看今仔日8月2日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先一开始，咱来关心新北市三重埔伫昨昏发生金仔店的抢案，歹徒是举刀入去金仔店抢劫，抢走价值15万的金仔。不过伫案发5点前后，警方随伫邦桥抓到嫌犯。伫新北市三重埔区一间银楼，2日下昼监视器翕到一个查甫人拿一支刀抢劫，将店员悠悠然然。要杀一笔金仔了，就向外口走。规个过程1分钟，店员也是报警。今天14时左右，本分局接获报案，在本辖金饰店有遭人持刀强盗案，估计损失金饰一批，折合约新台币15万元。嫌犯将锁掉的自动门硬是该撬开，骑奥多麦逃走。警方接到报案了，调监视器，是锁定嫌犯的行踪，根据车牌立人。暗时7点多，伫邦桥中正路一间公寓抓到人。逃逸过程中，虽犯嫌有变装及更换搭乘计程车来制造断点，但专案小组仍努力掌握行踪，追缉到案。全案将依强盗罪嫌，移请新北地检署来侦办。这个40几岁姓王的嫌犯，包括毒品、强盗、窃盗等前科。警方伫5点钟过左右就把人抓到，移送法办，将大部分的金仔拢切断。光天白日抢劫，也是逃袂过法律的制裁。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中国国台办伫昨昏雄雄对外宣布讲，咱台湾的酸亚互因验出被伤害，所以随禁止咱台湾的酸亚进口去中国。面对中国见摆拢是安尼，无参详就禁止咱台湾的农渔产品。咱的农业部表示遗憾，嘛呼吁双方爱紧对话，找出合理的办法来解决。台南市长黄伟天2个月进前才欢喜宣布，酸亚外销量继续成长，有希望超过4000吨。新华社传出中国国台办一表示，为台湾酸亚当中验出叫做大洋豚魂粉介古神，即马开始暂停酸亚输入中国，互农民才生气。迄用你讲的，这口罩你若有外销的物件就了，你有经过消毒，有叫啥物拢白。根据农业部统计，今年外销日韩甲香港、中国等地酸亚占总产量的2.2%，外销中国部分不到0.5%，差不多是938吨。其中高雄只占25吨，屏东180吨，虽然占比无大，而且产贵就要买啊。不过农民有望烦恼影响明年的外销，可能会影响到外销的不稳定。占的这个比例事实上也还算不多。所以整个来说的话，对市场的这个影响，应该是不大哈。种酸上济台南外销中国初估至少700吨，市长黄伟天表示遗憾，或者政治归政治，产业归产业。希望到这个产季到的时候，大家都能够这个解决掉所谓的检疫问题，解决掉所谓的这个贸易问题。中国2021甲2022拢拍公布相片，或者是大方面讲，为台湾设计染布伽马类，表面有验出古神。农业部表示，中国每一摆无符合国际惯例，无经过对话，凊彩中断贸易，会继续透过相片管道，呼吁中国赶紧甲台湾进行技术对话，寻求合理解决的方式。记者综合报道。最近中国解放军是伫透咧台海附近进行联合军演，着军事迷即马去看到解放军的电侦舰出现伫咱东北外海。专家即马是认为讲，有可能是中国想要来收集咱台湾雄升飞弹的证据。另外，中国解放军嘛阁有放出影片，讲因着亲像妈祖是守护神，不过咱的国军嘛发布影片还击。军舰经过东部外海，详细看，南顶过海说是5星期，这是军事迷礼拜日看到一只强舰出现伫宜兰乌石片东南东方，也毋过无拢伫咱国24里林检区。根据编号798判断是中共825 A 型电子侦察舰，玉形称呼。专家分析，国军进前才头一摆公布雄升飞弹系统，强舰目的就是想要监听国军电子兵谱。很明显它的功用就是
收集就台湾军方的所谓的讯机情报，只要经过空中传播的一些电磁波，都有可能被这艘监听船所接听到。专家表示，强南以自由航行名义从事监听工作，各国拢真歹反制。国军也只会当派遣大型舰艇伴随监控。强军除了透过军事行动吓压台湾，也用宣传战对台文讲。强军东部政区20日发布底片，讲家己是马祖守护神。国军21日也发布影片反制，两岸引起马祖形象文攻战。学者表示，经营舆论战场也真重要。除了实际上的一个军舰或战机，我们的调动兵力调动之外，我们也需要去经营到这块虚拟的一个战场。那虚拟的战场的话，就是透过拍片的方式来做到一个文宣的效果，那也是在因应中共的认知战。但国民是建议伫民间信仰的文攻战，会当用宗教和平，利用软性基调反击，无定着会当互强军宣传达到反效果。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来关心政治的新闻，这是前苗栗县长徐耀昌伫郭台铭的造势暗会发出烟倒国民党，引起争议。国民党中央科技会即马爱提出说明，伊是伫今仔日的半暝发表文章，伊批评国民党就是密室的政治，所以伊宣布伊要退出国民党。各位，就是用这种的精神，我们不光要请民进党下架，更要下架国民党，让国民党彻底的反省。徐耀昌是伫8月70参加郭台铭造势暗会的时，爱大家团结起来烟倒国民党，爱互国民党甲民进党4年的时间会当落台好好去反省，爱大家同齐支持郭台铭。伊的发言讲话引起争议，国民党爱伫2时之前提出说明。那徐耀昌伫半暝是伫面册顶头宣布伊要退出国民党，伊表示8年的大党是一种公营，严格嘛是一款遗憾。伊讲遗憾的是国民党是超代志的政治，脱离民意失去方向，才会失去政权。另外，咱来关心日本自民党的青年交访问团来咱台湾访问，昨昏是拜会3党总统参选人。民进党赖清德希望会当深化两国的合作，那国民党侯友宜是希望进一步累积台日友好的关系。民进党的柯文哲是望是向对方表示，伊是望透过选举来改变台湾的政治文化。伊爱手第2副总统也是民进党总统参选人的赖清德，离接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青年交访团，意思是唔那讲到互相人民感情愈来愈密切，也强调台日目标一直创新权，唔望深化合作，共同维护印太地区和平稳定。那更重要的是要共同合作，维护印太的和平跟稳定，那么带给这个区域的国家。还有全世界都能够繁荣发展。同款会见自民党青年交访团的，也有新北市长，也是国民党总统参选人的侯友宜。这是检发基础必是丰收有余的青年团队。侯友宜送金属的丰收有余访问团，双方讲到青创甲防灾议题。侯友宜强调，新北市甲日本有长久和良好的交流，唔望进一步部是累积台日友好。我们新北市的青年局能够跟自民党的青年局联系良好的一个互动，希望台日关系不断的紧密，我们台日的友谊能够深化。自民党青年局长林木宪和送予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日本传统动员建议，访团成员也特别表演一个柯文哲是讲到政治力量。我把选举当作是一个改变文化的社会运动，你知道吗？当然，这也是台湾历史上第一次用改变政治文化当作诉求的选举。这摆日本自民党青年局海外研修团超过60人访台，领团的林木宪和强调，台日关系是真正的友谊，台海局势关系日本甲国际社会整体的和平稳定。访团有计23访问北流，民进党立委何志伟、民众党立委邱成远的共同前往台日国会议员每年出兵外交。记者综合报道。同齐来关心天气，受太平洋高压的影响，今仔日到后礼拜1水气拢真少，各地拢是正烧热的天气。也有一寡所在过道是落雷公雨。同齐来看云图，今仔日到明仔载，咱台湾各地平乌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过道受热对流的影响，是有机会会落青公雨。若雨水
主要是集中伫山区。尤其是东北部、中南部的山区，拢爱细致雄雄向大水雨。另外，受太平洋高压的影响，今仔日开始到后礼拜一，水气减少，温度偏悬，拢是高温烧热的天气。气象局有针对高雄、花莲、台东发布黄色高温的灯号，高温会偏悬到36度。各地伫中昼左右，紫外线拢是过量的级数，所以要提醒乡亲爱避免伫户外活动，嘛爱加啉水。疫情过后，大家拢出国佚佗，即马国际航班已经开始咧恢复。桃园机场今年顶半年客运量就已经有1516万人次，即马已经恢复到疫情进前的60%。也毋过即马有技术发现讲，桃园机场的滑行道路面有壁损，烦恼安尼去伤害飞行机，会影响安全。目前这滑行道已经先封起来啊，等待修理。航机慢慢叮当，准备停靠塔台指示起飞。详细看黄色飘线出行道部分所在涉水较白，这是翻修完的所在。最近有技术为航务通告内底发现 S9 甲 S10出行道部分所在封闭整修，好亲像最近雨水伤大，涉水破去，烦恼会阁亲像较早喷土梅果的代志。不见得有马上立即的伤害，可是长期以来，你看这些泥水溅到引擎里面，溅到轮舱里面，在跑道这样滚行的时候，其实它速度是很大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会不会有一些影响？这个是没有办法知道的。对这代志，通机场公司是讲，是挖进跑道有局部性材料老化破损，地势铺面无平，已经伫第一时间修理好，并无影响航班起降作业。通机场空测区目前原来有出行道天机坪这工程伫进行，少部分也未整建的出行道损害风险较悬，若有小范围需要维护，拢会安排伫暗时定期维护时段完成。那我们趁着这个疫情期间，在108跟109把北跑道跟南跑道都修好了。后续我会再了解一下，它所指的是指哪一个方面的，或是地点在哪一个地方哈。其实，第2018年，就国际技术公布，桃园机场的跑道破去，落雨喷土梅果有磨破基链的风险。桃园机场虽然伫疫情期间完成南北2条跑道全面积整建工程，嘛逐工进行地形巡检作业，不过也是不时有跑道出行道封闭整修。航空业者建议，面对极端气候，一旦考虑换新工法。生物混凝土，它会自己去补这个裂缝。我想这个比较先进的技术，当然就是说陶机未来也可以去考虑，是维修的频率可能要是跑滑道的状况再去做调整。学者分析，桃园机场2条跑道伫疫情前已经无够使用，负担量大，佮历史较久，比起其他国家，确实爱较热维护。未来若做第3条跑道完成，就当疏解旧跑道的压力，嘛才有可能全面封闭翻修。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疫情过后，护理人员离职，造成病院无病床嘛无骹手，只好减少病床。上严重的重灾区是伫北部，丰城台北的马偕病院关200张病床，锦庭病院嘛关超过100张病床，其他病院上无拢有关40-50张病床。急动症的病人去挂急诊，等病床上无拢爱等2天以上才等有。继续关心联合报，民进党的立委赖品妤的老爸前立委赖景麟，昨天是对外宣布，伊要辞掉分霸能源董事长，也有所有子公司的职务。伫分霸能源做独立董事前农委会副主委李泰基嘛同齐请辞。继续来看自由时报，内政部营建署对外公告8层楼以上。16层楼以下的集合主体，在建筑物伫今年拢爱办理公共安全的检查，而且嘛爱申报，包括楼梯间，也搁有这个所在，敢有放私人的物件，影响通行，也搁大楼敢有到铁门，这拢爱经过公共安全的检查。其中铁门的规定是无清无楚，有几来管市，即嘛是引起铁门之乱的争议。敢爱拆，安怎拆，公法拢无共，是引起民怨。镜头来新竹县政府对面的县政7街起厝的大楼建案，工地边仔第3分载车路是放弃破一空，县府已经要求这个工地爱随停工，嘛已经罚钱，即马当地调查路落后的原因。台北市县政7街日发生大片道路崩塌，现场相关加疏离，相关单位已经封锁这个路段，避免灾害扩大。
新竹县县长尤文科到场勘查，除了下令建案停工，也会依法处分。工地的施工造成这个瓦斯管线跟自来水管线的断裂，那我们也立即请水公司跟瓦斯公司已经把它源头把它关住，不会有瓦斯外泄跟这个水这个溢流的情形。这次的这个问题，它主要是那个自来水管嘛，所以这个爆掉的压力那个压力把这个土壤就冲进去，这些土才流失掉。这摆发生落基邦立起外4块位住户怀疑是建商超抽地下水造成的，对此建设公司否认，也过坦白讲会造成道路崩塌，可能是技术起啦做了无够完善加上连一大雨造成落基洪沟坑。有可能是我们底下的7GP 止水桩做的并没有很完善，然后可能有一些孔洞，这20几天都是豪大雨然后水就把地下的这个沙有点带出来。李刘表示，这个区域是头一摆出现安尼大规模道路崩塌，附近的居民拢真烦恼。周边住户有强烈的建议，希望县府可以针对这部分公安上做严格的这个监督啦。会希望就是尽快的跟建商召开说明会。然后他们提出他们的解决方案，我们也提出我们的诉求。建设公司也同意由第三方公证单位做检测，同时会伫边仔大楼设置气象仪，确保4块位大楼未有下陷等问题。记者综合报道。真侪点头广告也是社区，拢会当看到用呆呆来号名。最近嘛有建案用呆呆号名，即嘛是互呆呆要求爱摕掉，因为因讲这是侵害学校的商标权。一个建案要请大家眼光，都有一个响亮的名。毋过伫台北市罗斯福路的这个豪华主体，最近就因为伊的名有呆呆，就互学校发函要求移除呆呆字样。应该比较开放一点，因为它可能就是这个区域啊，人家就说看到这个名字，最起码他知道离台大这个区域比较近。个人认为建案的名是方便大家会记哩，或者是乡镇附近地标尔。也有人认为，若学校有商标权，确实应主张权益要求提掉。以北台湾来看，不止台北市，在新北、宜兰、桃园甲新竹，拢看到呆呆2个字相关的建案。第一个是它的知名度高，可能感觉上可以提升这个建案它的这个质感的这样子的感觉。它如果说可以绑上这个地名的话呢，也可以表示说我这个建案的所在地就在什么地方。当然也是提醒，就是如果说是侵害这个商标权的话呢，还是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法规需要来做一些厘清。除了名校地标以外，还有一寡会用同音的字，互建案的名更较好记。这种做法已经有真侪年，所以较少发生因为名字被检举的情形。不过也确实会显示商标权的重要性。学校回应，呆呆有注明商标，无论任何类别，拢无应该伫无经过同意的情形之下来使用。所以未来新建案可能爱阁想其他的号名方式，才能避免争议。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关心咱的友邦瓜地马拉举办总统大选第2轮的投票选举，经济党的候选人阿雷巴洛选调，以58趴的选票，争做因国家头一个左派总统。咱总统蔡英文有代表台湾政府和人民，甲新总统祝福，嘛希望新政府会当继续深化两国的关系和交流。咱国友邦瓜地马拉礼拜办总统大选第2轮投票，前总统的后生、前主党的候选人阿里巴诺因做大逆转，摕到58趴的选票，超过前第一夫人托瑞斯摕到的37趴的选票，将会成为瓜国12年来第一位左派的总统。Esta victoria es del pueblo de Guatemala y ahora unidos como pueblo de Guatemala lucharemos contra la corrupción. 今年64岁阿雷巴洛是社会学家，捌做过外国的外交部处长，也捌来台湾访问过。伊伫选前讲未改变台瓜之间的邦交，但是维持甲台湾的邦交，甲发展甲中国的经贸关系并无冲突。伊第1轮竞选时阵，伫咧无人看好的情形下，以第2关票进入决选，引起其他政党积极选举作弊。发现也阁把暂停伊的决选资格，也阁要恢复伊的资格。伊继续拍反贪腐牌，得到选民的支持。结果伫咧第2轮，以超级欧马的姿态选赢，当选瓜国总统。
luchar por una Guatemala diferente. Me da una alegría por las generaciones que vienen, para que puedan tener un mejor futuro. 咱总统府表示，总统蔡英文代表政府甲人民，成积极祝福阿里巴多赢到瓜地马拉总统大选，希望未来瓜地马拉政府伫阿里巴多当选人的领导下，双方会当继续深化邦谊甲交流。记者综合报道。另外，美国、韩国两国即马正在进行热天例行性的演习，对日开始到月底。美军才拄成立的太空军，即摆嘛有加入演习，目的是要阻挡北韩的海客攻击。正拄好，伫演习进前，韩国负责电脑并机对演的包厢，就真正去拄到北韩的海客攻击。驻韩甲驻日的美军，逐年拢会甲韩国辽海军三军进行联合演习。演习的名称嘛经过几落改变更。前总统川普时代为了安抚北韩，避免核武危机，原来的一支自由卫士演习捌停办。所来新冠疫情，这次演习的规模大幅度求水。拜登任内由2022年开始改名一支自由之盾。根据联合国宪章，以韩国国军加驻韩美军为主体的联合国司令部，也有10外个国家是会员。按照美国的讲法，这届除了美韩两国以外，也有英国、法国等部分北约的会员国，也有纽澳、泰国甲菲律宾这亚太盟国参与。同时，美军原来有新成员加入2023年度的演习行列。Since last UFS, one of the changes that we do have now is a space force. How do we incorporate multi-domain operations? You have the space component, you have the land component, air, sea, cyber, and the cognitive domains. 外电报道指出，就伫演习上场进前，负责预演电脑的韩国包厢，好亲像去予北韩用钓鱼诱惊这方法的骇客攻击。除了可疑的骇客攻击，北韩针对美国主导的联合演习，第2日同一天发布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视察北韩海军试射飞弹的消息。飞弹号名叫金星3号，根据北韩官方公布的相片，也甲总部设伫美国智库北纬38度线。伫2014年的情报分析，做发射平台的军舰是2013年上市北韩海军上新型的南普级护卫舰，但是发射的飞弹可能是改造俄罗斯 KH-35反舰飞弹，射程甲威力相当是美国的鱼车飞弹。飞弹试射日期，北韩官方媒体并无说明。公司新闻起家人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去看世界。俄战争已经拍年半，波兰对俄罗斯的戒心即嘛愈来愈深，嘛要加强因的军事武器。所以美国伫今仔日就批准对波兰的军售案。美国要卖96台 AH-641阿帕奇攻击直升机，也有相关的设备予波兰，总金额是美金120亿。来关心，丹麦的政治报是报讲，为着引领丹麦外交部长去中国访问，也有嘛甲中国愈行愈远。丹麦在野党人民党即嘛拍算要规划讲，国会安排国会访问团来咱台湾访问。人民党的发言人是对外表示，因应该爱展现对台湾自由世界的支持，让世界拢会当知影目前丹麦政府挖去中国的路线是错误的。来关心由新的经济体所组成的金砖5国，8月2日到24要伫南非举办年度的峰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印度的总理莫迪，也个巴西总统鲁拉，因拢会亲身去参加。南非官员即马对外表示，今年有23个国家要申请加入这个组织，包括阿根廷、沙特阿拉伯、印尼这个国家。中国想要扩大规模来对抗7大工业国集团 G7。镜头转来咱国内来关心前 NCC 的官员交建中等5个人，伫2021年因是入去玉山露营，因为煮物件引起火烧山，烧超过79公顷。南投地方法院宣判，这5个人拢判有罪，判刑是判有期徒刑2个月到6个月不等。也毋过即马检方不服，认为判伤轻，所以案算要上诉。
2021年5月，玉山国家公园发生森林大火，前后用12天才控制火势，也不过已经造成超过79公顷的林木风烧毁。大火是因为前 NCC 专委交建中甲是山友伫玉山北通关道馆野地行火所造成的。南投地院经过审理，认定5个人有罪。仍有通报相关单位去处理，那森林也具有一定的恢复可能性，这样子啦。毕竟还是跟大规模的去窃取森林主产物，或者是一些山老鼠去窃取森林主产物的情节有别南投地院就刑事判决，交建中偷摕森林主产物罪判刑6个月，并扣60万罚金。那协会销毁国家森林罪判刑6个月，会当换扣罚金。另外4个人也以同款2罪判刑，也不过检方对法官减轻期刑表示不服，将会上诉。交建中是透过律师法完案。不是那个南投地院原审认定的说，是因为引火延烧者啦，并没有要跟其他人共同去偷窃那个森林主产物啦。律师表示，交建中对引起森林大火感觉失礼，也过对鉴定报告未当接受，会去上诉。那林业署尊重一审判决。另外，针对救灾成本加对生态系破坏的部分，民事要求2亿8800万有关来进行。在这样稳定的状态之下，一旦被这一次的玉山大火这样子的那个破坏之后，它要恢复，其实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依照相关规定，执行停权3年的处分。有关处表示，当地属于中高海拔。原本林上以两叶松甲铁杉等树种为主，虽然渐渐发出新叶啊，也不过对生态系影响真大。林上恢复至少要10多年的时间，冲击真歹估计。记者综合报道。少年囡仔要找头路，目睭就要背福金。这是有诈骗集团即马用1天1万块的条件来成少年人做诈骗的共犯。新北市的警方就抓到一个替诈骗集团领钱过手的共犯。另外，伫台北市嘛有抓到一个护理学校的学生囡仔。目前这2个少年家拢互移送法办。我今天要收多少钱？警方对问路车手即摆要摕偌济钱，路车手只好乖乖交代。这目前要升专系的何专生是乡警部证券营业员，为台南坐高铁上北，甲做疑似的被害者见面，要提走120万的现金，互警方当场掌到。警方调查被害者50名车诈骗信息，加入投资理财群组，进前已经交70多万，互车手感觉问题了后，报警抓人。当日早上至台南新营的住处出发，搭乘高铁至台北市松山区进行面交取款。下午再至士林区进行面交取款时，遭本所同仁当场查获。借入何专生和诈骗集团1天1万的网络广告金，假做车手，甚至不到金门澎湖等地来提钱。另外，新北市警方也是抓到一个少年查甫车手，警方发现伊有经理的名号，不过伊的机制甲执称无甲他符合。员警察觉有异，上前实施盘查，发现少年随身携带的公司证件与其身份证的讯息不符。少年见无法支援其说，遂向员警坦承为车手。警方发现这车手是50诈骗集团1天1万的网络广告，为南部上北，先替假名片假变装衫去提钱，搁到沙尘堡一个商场便所，甲顶个手的收水手用家嫂做交钱信号，诈骗集团按伊会记你制造重点，增加警方追查难度，也是被查到依法扣办。记者综合报道。那根据卫福部的统计，伫去年12岁至18岁青少年，互通报性侵害的案件要活4000件，其中佫是男女朋友的关系，这案件就是1400多件，占大部分。国检署即马提醒讲，少年家去约会来路不明的物件，唔通乌白食乌白啉。总讲感觉身体不爽快，就要赶紧离开，才会当保护家己。散步时，甲公伴手牵条条，还是女朋友下仔大勒起一只骷髅来替伊绑下仔大，真正足踏心的。其实一年前进前，未少少年人某来到西龙镇社会实习，不过伫欢喜出去佚佗的同时，若对着对方无合理的行为，也是要紧，但袂记得爱保护好家己。就拒绝，就是找帮忙。哦，我会闪开。对，就是避免就好，就自己去保护自己。我觉得。
经济卫福部统计111年，12至18岁青少年拢总有3998件性侵害通报案件，其中男女朋友关系有1422案，占35.6%第一。过来是前男女朋友关系有728案，第三位是网友关系有436案。郭建树表示，交往约会对青少年来讲是人际关系发展重要的一环，不过也是要有戒心，因为青少年发生的性侵害案件，多数是熟识人下手，尤其是为约会场所都要注意。那约会过程也要避免啉来路不明的饮料，还是酒类等。选择这个熟悉的或者是人潮众多的地点，有时候因为性的冲动或怎么样，想要临时改地点那这个时候可能也要跟家长做一个告知。那如果对方出现这个失控或者是不正当情绪的部分应该勇敢的离开这个危险的现场。郭建树也提醒，就算是较安怎亲密的情侣，也是两个完全无共的个体。伫约会过程，若感觉不爽快，还是对方出现失控行为，一定要尽早离开危险的环境，搁找家庭朋友甲专业人员的帮助，才会当避免陷入危险之中。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的同婚专法伫2019年实施，今年初搁扩大承认国际同婚。使用这个新的规定的日本刺激权采购证券，就和以台湾同性的正判老龄君来台湾登记结婚，嘛加做日本头一个以同志身份来台湾结婚的政治人物。电身份证后壁配偶栏因同性判离日本爱知县高滨刺激权采购证券的名。在日本的学者老林君讲，到即嘛也感觉不是真的。因为同性恋没有想过自己可以结婚的，就觉得啦，就是我的家乡没有把我抛弃掉。我讲了很多次这句话，但是我觉得这句话很重要。台湾同婚法2019年实施了后，今年初搁再扩大承认跨国同婚，恋爱2年外的老龄君甲采购证券8月11日伫台北登记結婚，高受到總統蔡英文的賀電祝福，也互采購成為日本頭一個以同志身份結婚的政治人物。思い切って出す勇気を与えられました。勇敢向選民公開介紹老齡君，本來是卡車司機的採購，今年4月頭一個參選，一路真濟反對聲音，不過雙方扶持努力，採購到尾順利當選。日本政府也未承認同婚，不過因兩人在高屏市成功推出同性伴侶宣誓制度，雖然敢若在這個城市適用，而且無法律效率，不過老齡君甲採購希望用因的故事，會當鼓勵真濟同性伴侶，也當讓日本學習台灣。我希望可以讓告訴日本朋友，台灣同性婚姻成立之後，沒有人變得不幸福，大家都變得更幸福，已經在台灣得到驗證了。4年以來，有人結婚，也有人離婚，但是我們有選擇了。台灣這邊有一些相關的行動，日本這邊也受到一些鼓舞。台灣跟中國的同性伴侶到現在都還沒有辦法登記結婚，這個人數其實也不少，而且蠻多的伴侶都已經有家庭有小孩。台灣跨國同婚制度也有需要加強的，親像中國籍嘅民眾無適用，另外包括泰國、印尼、越南、柬埔寨、菲律賓等19個國家人民，需要先通過面談，才當來台灣甲台灣伴侶結婚，和伴侶名呼籲政府在基本人權進程無應該有差別待遇。記者綜合報道。受疫情的衝擊，也有經濟成長放慢的影響。在中國，即馬經濟無好，嘛影響對台灣過去中國創業的少年人。這少年人即馬真濟攏拄着困難。就算中國有向台灣的少年家提供創業基金，也毋過這補助金其實敢若會當，互這創業者經2檔爾。2檔過後，若是做無起來，可能就會失業，就要離開。為了鼓勵少年人去中國投資創業，中國推出兩花青創基金。不過受到疫情還有經濟放慢的影響，真濟去中國創業的少年人攏傳出失業。實際訪問台灣新創的產業，要去中國投資的意願，敢若攏無關。我們因為這個有國防產業，所以還是有一些地域性的地緣政治的因素，所以並沒有辦法出口到中國跟俄國地區。都會依照很多不同的就是市場需求，會有不同的發展。比如說在日本來說，我們就沒有看到類似好好這樣的線上服務平台。那其實在中國已經非常成熟了，那可能就不會是我們的首選。業者表示，受到市場需求減少，暫時無要考慮中國的市場。根據江蘇還有雲南這些官員講，
10个创业者内底有9个无法度活落来，敢若有1个会当在地量产，佮加上最近几年外销订单减少，国际贸易真复杂，有真侪台资的厂商拢传出倒去。若是转职去当地服务业，平均的薪水敢若台票22000块。根据海基会统计，为2019年开始到2022年，协助者回来调伫中国人数为44人，每一年增加到87人，调伫中国人数嘛有少年化的趋势。只要国人向我们海基会寻求协助的话，我们都会尽最大的努力协助国人回到台湾来做必要的安置，以及提供必要的协助。大陆他自己本身的那个年轻人的本身的创业的这种能力意愿也非常高，台湾年轻人的那个优势也逐渐消失了。如果是疫情趋缓，我想台湾的年轻人去中国大陆创业也好、工作也好、读书也好，都不会像以前那么热络了。专家认为，调伫中国的人数主要是因为当地结构性的问题。就算中国推出基金的补贴，恐惊还是无法度挽回台湾少年人去当地创业却失业的状况。恐惊失业的状况，敢若会愈来愈侪。记者综合报道。健保署伫今年8月份开始，有给付罕见疾病骨髓肌肉萎缩症的基因治疗药物，一剂的治疗费用是4900万。这把健保头一届甲罕见疾病基因治疗药品纳入健保给付，若头一个给付的对象是一个住伫南部也未满6个月的红婴仔。罕见疾病骨髓性筋膜萎缩症 （SMA） 这种的患者会一直退化，甚至无法度自主喘气来死亡。健保署今年8月开始给付罕见疾病 SMA 基因治疗药物6件升，一些治疗费要到4900万。头一个给付的对象出来啊，是一个住伫南部还未6个月的红婴仔，目前已经完成审核的程序。等病院完成进药的程序了后，这个红婴仔就会当接受治疗。罗杰斯嘛，它是针对6个月以内的小朋友带有这个遗传的基因的孩子，这些孩子如果没有治疗的话，他可能1、2岁他发病可能就会离开。所以我们在他6个月前来打对这个药物在做临床实验的时候是最有效的。SMA 罕见疾病发生的比率差不多是1/1000到4/1000，以每一年出世的红婴仔差不多13万人来估计，一年新增加的患者差不多是3个人至13个人。罕见疾病团体表示，即马健保署开4900万治疗 SMA， 让病人以后的数十年都会当正常生活，对病人来讲是一个好消息。虽然目前国内有的3种治疗 SMA 药物有纳入健保给付，不过全台湾 SMA 患者420个人内底，也是有300多人无符合任何一个药的给付条件。有更多人是有治疗迫切性的严重型患者，他们可能会因为呼吸或是吞咽没有办法自行做到，而有生命的危险。另外，医术团体嘛讲到扩大这个给付，凸显对生命价值的重视，也显示台湾健保总额成长率甲总额无够的2大困境。罕病用药其实这几年成长率大概1年在12% 左右，但是我们健保你看我们1年成长率就有3%，所以如果我们就是说要来照顾这些罕见这个疾病的病友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应该要让我们健保的总额更够？健保署强调讲 ，SMA 基因治疗药物目前相关的研究效果是1世人都有效。虽然价钱真贵，不过若是平均测起来都袂感觉贵，对健保财务的冲击嘛无想象遐尔大。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嘉义中部伫1983年起的5凤纪念园，伫2010年时，县政府收转来家己管理，也毋过这13年来对外招商拢无顺利，所以这个所在全放伫遐一直趴远。为着要活化这个所在，即马相关单位按算要甲内底旧建筑拢拆掉，要整修做公园。旧凹旧臭的建筑，草啊拢已经发甲互原本的路拢看袂到啊。嘉义县中部乡的5凤纪念园荒废13年了后，即马准备要来整修，地方的民众是真期待。若有人有个人要来招标，迄是足好，一定会带动地方大家嘛欢迎啊。伫5凤庙边仔的5凤纪念园，2010年互县政府收转去管理。虽然有要找厂商来委托经营，不过因为内底整修需要真侪钱，所以到当一直找无人愿意接手。县政府即马要先整理内底的环境，活化这个所在。先做拆除的工作，
拆除完了之后，再后续的把里面的东西整理一下，希望能够让民众能够来利用这个空间。那我们预定在11月的时候就可以来拆除完毕。无你内底嘛在横条做公路，人入去就你有人管理啊。民政处表示，初期会先规划做公园，让民众来使用。未来嘛会搁找有意愿经营的厂商。附近的店家讲，这4公顷外的园区，也是阿里山山脚真热门的观光景点，希望会当好好规划，带动附近观光甲产业。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即马是旧历7月10日，台南关庙面的大龟，严格顶一打，伫台南连续着2礼拜雨，嘛造成关庙面出货受影响，因为做面上重要的关键就是爱甲这面拍个打。加在这2天，南部已经出日头啊，大家是赶紧加班要拼出货。咧溜面的人骹手真溜咧，先对后，才搁甲放伫咧柑仔顶，落尾一半的柑仔，才搁塞出去外口的铁架，要互面伫咧日头骹拍打。这就是做关庙面的制作流程，会互面食起来较 Q 较香。这2礼拜天气无稳定，定落雨，煞延着制面的时间，甚至影响市城的出货量。关庙区农会表示，伫爱趁好天的时赶工。员工假日该加班，因要赶伫咧中元节进前出货。影响当然很大，因为我们农会的面就是标榜的就是纯日照，那只要是下雨天就没办法制作。像这个这2个礼拜来连续下了足足2个礼拜，2个礼拜都完全没办法生产。旧历7月是面厂的大月，因为真侪人会买面来做贡品，不过天气变化无法度控制，上惊咧拍的时面淋着雨，全部着乌有去。在地业者用温室的概念打造日头间，靠日头的烧力甲面拍打，嘛解决拍面未复苏的问题。你讲天气影响袂是加减拢有啦。因为你落雨就无日头啊嘛，只是阮阳光屋有若开起来，伊就有伊的热能啊。寒上寒，热上热，全世界拢面对气候危机的考验。台南关庙区农会讲，气候影响整个做面时间，目前因也未想出好的解决方法。记者咧新闻台南采访报道。若讲到台语囡仔歌，你会想到倒一条？可能是丢动，无就是天乌乌。即马为着要鼓励音乐创作者创作新的台语囡仔歌，公司台语台有举办咱的歌评选，邀请金曲制作人来做评审，得奖有奖金，可以当出唱片。这首歌的名就号做《一两三来唱歌》，是新创作的台语囡仔歌。为着要让台语的囡仔歌有新的活水入来，公司台语台要举办咱的歌台语囡仔歌创作评选的活动，希望更较侪囡仔会当对音乐当中熟悉台语。上重要的，就是咱要再会当做新的歌，唔是干那古早迄款新的歌，因为新的囡仔听的新的歌，因甲咱时代无啥共款。这届的台语囡仔歌评选活动特别邀请3位金曲创作人来做评审，伊嘛建议参赛者爱行入市场，用日常的对话写出洗脑的台语囡仔歌。阮有3个制作人嘛，吼，对，所以讲因拢代表不同无共的制作的方向。因为囡仔即马因较早熟，因听物件比咱少年时阵制作多。所以就是我会当去做一寡无共的曲风，互因感觉这歌有趣味安尼。今年开始第4年，就是讲正式进入公开评选，扩大和社会各界拢会当来参与，这台湾囡仔歌。希望这台湾评选了，阮会当变成固定时间拢会当办评选。台语的囡仔歌唱来唱去拢是迄几条，毋是张张动啊，就是天乌乌。公司台语台希望创作者同齐来做新的囡仔歌，加入新的元素，互更较侪囡仔会当轻轻松松唱出咱的母语歌。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环境，台东绿岛的粪扫拢是爱运转来台湾本岛处理，其中塑胶粪扫大部分拢是去遐佚佗的游客，因为买饮料产生的。即马东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就和一个外国人合作，伫绿岛即马有设塑胶容器、塑胶干仔的回收，把这塑胶干仔、塑胶容器变做生活用品再利用，要来减少塑胶粪扫。
东莞市今年5月日就倒成立的塑胶容器工作坊，平均一礼拜回收社区加店面50外公斤的塑胶干仔，因先把这款塑胶干仔洗清气、搞好脆，变做一粒一粒，依照无同色彩经过热处理了，变做规片或者是一条一条，摕来做做花杆、衫架加桌啊、椅啊。跟木头板凳一样吗？相差差不多。入岛一年的游客差不多40多万人次，再加上当地4成外费的居民，一年产生155万外吨的塑胶干仔，造成粪扫处理的压力。东莞市这几年拢伫咧扫绿岛减速，今年就委托一位有处理塑胶再利用经验的外国人，伫绿岛设减速循环工作站，也甲包伫塑胶干仔外口的塑胶纸贴起来，装伫咧塑胶干仔内面，摕来做建筑用的基础材料，卖互因流入去海洋。因为很多动物来海边的动物，他们看到这个，他们要吃。我们希望未来呢，可以有媒合到一些商家，可以使用我们的一个清洁的塑胶垃圾，甚至我们用这个垃圾做成的塑胶粒，可以把它产生成一些商品，然后来开创我们的一个循环的一个商机。成立这个工作坊，唔是鼓励大家用塑胶，是要宣导卖乱弹塑胶空干仔造成环境的污染。同时，伫咧绿岛一个撒免费的环保杯盒，鼓励游客来绿岛耍时阵，较卖买塑胶干仔的饮料，达到减少塑胶的目的。记者综合报道。嘛是要解决粪扫的问题，这是云林县政府伫2010年，因为引进零废弃资源化的系统，甲粪扫转做燃料来代替土炭，希望会当卖互业者去使用。也毋过因为价钱伤悬，全无法度普遍。县政府即马是希望中央会当修法，定出奖励办法来落实循环经济。甲粪扫送入去零废弃资源化的系统，转做隐形燃料，也就是咱一般咧讲的燃料棒。会当取代过去的土炭，加做围炉燃料参配使用。为了解决云林县的粪扫危机，县府2020年就引进这套系统。不过，即马嘛拄到燃料棒库存伤济的问题。目前呢，云林县确实我们在垃圾转成 SRF 那一天大概是150吨的一个 SRF 的一个产生量哈。那现在的话，我们堆置大概1万多吨哈。那主要就是我们塑化公司这边只有一套的设备好来进行操作哈。环保局表示，云林县府的隐形燃料棒以有价方式卖互厂商，不过因为价钱高、销量受限制，嘛影响到零废弃资源化系统无法度全力运转。希望中央会当针对运用隐形燃料、再生能源，定相关的奖励办法。六轻这边混烧是添加已经到5%了，那它要再添加到10%。甚至到20%，它有一些法律上面的限制啊，所以目前我们也针对添加到20%，我们也请中央这边来进行修法哈。环保局表示，中央定出2050年净零排放的目标，不过目前也未针对减碳效益提出进度。正在厂商保持观察的态度，无愿意投资改善设备。如果年底6会阁增加机组消土燃料棒的库存，希望中央机关会当协助定相关的法令规范，推广废弃物资源化。记者王伟雄云林报道。因为伊所谓火山爆发造成意大利的庞贝古城消失去，也毋过这几冬嘛开始咧挖出珍贵的文物。最近就搁挖到罗马时期一间别墅内底的房间，考古学家即马是研判讲，这间房间敢若亲像是下骹手人的房间。庞贝考古园区的专家伫遗址现场介绍文物，就是上新出土的罗丽房间。考古团队应用19世纪的石膏灌进法，将现遗址甲遗骸的原貌，包含层甲炭的凹痕，弄清清楚楚。La possibilità di realizzare dei calchi, cioè di riempire i vuoti lasciati nella cinerite, nello strato di cenere dell'eruzione del Vesuvio con gesso ha consentito qua di ottenere quasi una specie di fotografia di un ambiente abitato molto probabilmente da servi, da schiavi. 新出土的罗丽房间遗址伫庞贝城北边600公尺的朱利安娜城一个纵横别庄内底。房间有2个面层，其中一个面层有装珠啊，专家研判应该是关于罗丽人的。房间内底还有几个较有耳仔的醋灰啊管啊，甲釉灰啊、腰低头这建筑物件。房间内底无锁头或者是锁链的物件，显示迄时阵用基态方式控制罗丽的自由。
涂骹也有3只鸟鼠危害。这是科学学家伫共济地点挖出的第2间落地房间。2021年出土的房间有3个面层，同时要错开啊这物件。专家为2个房间的物件来分析，迄时阵落地房也减做多种性。意大利文物部专家指出，这遗址文物的细节透露，迄时阵社会底层族群的生活并不稳定，而且卫生条件也不好。公视新闻张淑芬报道。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咱先来看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5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是3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2度。外岛26度至31度。感谢乡亲收看，祝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